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话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国情招你来研究。讲我迄天去到北部电台主持人阿国兄，阮知己的办公厅。你逐摆都咧讲阿国啊，毋拢无咧做节目，干那国甲你开讲？无喏，迄天伊一项节目做了偌好，我踮遮讲分朋友做参考。我伫空中听到。伊讲阿国啊，少年的孙娃仔流浪囝去到他乡外里哦，听到即句词呢，我紧举笔出来抄。台语的成语4字的咧讲他乡外里，两字排做伙呢。他乡就是外里啊，他甲外拢是形容词啊。他乡外里排斗阵，就是讲异乡，就是遥远的所在，就毋是讲咱的故乡啊。啊，讲他乡就好啊，即两字外里踏伫后壁，就是加强口气嘛。我呢吼，犹甲连一碗饭通食都无。这阿国啊，节目中讲的啦。毋知呢世界流浪加载当着歌戏班的主演，甲我当前甲我收留，叫我去因遐举报警。吼，较早少年时来台歌戏，机关变景偌精彩，你敢知？讲到即句机关变景，原来是台语4字的成语，原来两字排做伙。那老辈较早咧讲吼，来台戏台，有在就讲迄个歌戏，报警也会钻水，也会喷火，这就是讲叫做机关变景。你若当时报纸的广告写一个讲机关变景，就是要吸引人去拆票入去看。所以即句机关变景，原来台语的成语，专门戏班咧用的，专门咱艺术界做戏的小生小段老生因伫咧用的。结果哪会迄个工课做袂调？你敢知？啊，讲遐空中就搁讲啊，煞毋知影吼。我吼咧共搬报警，拢黑白沉四界拼，我就粗骹动地，煞互赶出班啦。粗骹动地，吼，这原来形容词。粗骹动第1字甲第3字拢形容词。啊，若这4字排斗阵，嗰种头拄我讲，都粗鲁鲁，就叫做粗骹动地。阿公兄讲到遮的时阵，才会家己反省，佮甲朋友劝讲，无影啦，人我吼安尼经过少年孙流浪，我即马吼。连咱电台内底麦克拢轻轻啊下，耳机拢轻轻啊放，所以我即马节目足认真做的啦。当然，这是国情啊吼，调工编一个故事，将成语甲轻一斗阵。哪国的人足斯文，一点仔都袂粗骹动地，一点仔都无粗鲁。伊是我的知己好朋友，专门咧甲我研究台语的艺术趣味的所在。